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大家平安。今日这个街头巷尾，一定会当发现一个新的都市的光景，就是出现愈来愈多这种自助洗衫店。财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至少有1700间，一个月都有9亿的市场。自助洗衫店为着要防衫裤，需要大量的假数。一旦假数更悬的串联使用，无遵守着规范，或者是安全管理无适当，难免有发生爆炸的风险。华视采访小组探访着几啊间自助洗衫店，咱一一来检视着业者安怎透过即时监控、设置警报系统来降低假数外泄的风险。同时，在这波无人商店的风潮当中，自助洗衫店的业者，阁是安怎善用科技抓到趁钱点，在自助洗衫店的南海当中来找出一个生存之道。剧烈爆炸声响夹带闪燃火光，都要按照政府的法令来做，安全是很重要的，因为安全无价。现代人的生活只要越来越忙碌，然后住宅的空间越来越小，那相信这样子的需求是只会越来越多，并不会越来越少。猛烈爆炸冲击天花板，震得708落夜间自助洗衣店发生气爆，瞬间陷入火海。2020年11月7日，台南市永康区自助洗衫店发生气爆，连对面人家做玻璃拢破了了，造成4人提受伤送去病院。剧烈爆炸声响夹带闪燃火光，另一个角度看，爆炸威力大到把店内东西都炸飞出来。起爆当时，店内也有2个人客，造成规身躯分别有5%到10%的二度受伤。各地自助洗衫店不时有意外，消防局所要调查就是提供烘衫家电的假数出问题。违规开设的没有报营利事业登记，所以我们没有列管到。发生意外，台南自助洗衫店无营业登记，假数套毛无依照规定放伫通风所在，甚至无严禁免费标示，更加无到老假税警报器，变成公安最大的漏洞。马路上都是玻璃碎片，现场还弥漫着浓浓的瓦斯味。消防人员把大型瓦斯桶搬出来，不停洒水降温。热水高分别采访袂记，早伫2006年的7月，新北市邦桥自助洗衫店就发生假数的起爆，会一直传去威胁到附近的居民。过去年台北市领先发布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办法，今仔县市嘛对咧制定法规，重点包括营业场所必须要符合建筑消防。以及公用假数的法令规定，店内要设假数自动侦测警报器，还有断假数的装置，业者都要定期做例行检查。其实我们对主管机关一直都不太有信心的部分在执行的部分即使法规制定的多么的完备，如果没有呢彻底去做查核、检验、执行的这样工作的话，那也是一样的那会让这个有关的业者还是会侥幸的那发生事故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大了这个是瓦斯室现在政府规定，如果是放在室内的话，就要80公斤以下。像我们这个是50，这个是20，所以是70，所以就是符合法规。采访小组去看连锁自助洗衫店，去看消费者看袂到的秘密空间。一般自助洗衫店大部分用汤装假数、天然假数还是电，加热烘衫，防止意外发生，都要做确信。我们这边有个瓦斯表，对，如果你里边是开关是关着的部分，那这瓦斯表最后一个数字，我们等它看一下，那它有动的时候，那也表示说内管有漏。这是第一个也可以查得到，除了探测器以外，那高压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从它的高压的那个压力计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漏。每一摆换假数拢会特地检查仪器的数字，移动式侦测器会使侦测这接头加假数管敢有漏假数。自动的装置更加是基本的安全配备，意外发生第一时间就使阻挡假数继续上。我们的瓦斯间有一个警报器，然后我们的烘衣机这边我们也有警报器。当它温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它表示说它这个下面有火焰上来的时候，那这个自动悬吊式自动灭火器会把 ABC 钢混自动洒下来，
然后把火灭掉。烘衫机后的位面焊得公开，经保器左转开关了自动灭火器，每一项设备要做到滴水不漏。业者都要遵守自行检查表，担保公共责任险降低意外风险。以前比较老一点的店，它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在这里边，那现在新开的店都要按照政府的法令来做，如果没有，它也有罚则。我记得是2万到10万的罚款。这个也让我们业者能够警惕到，安全是很重要的，因为安全无价。差不多2到3天衣服的量，可是棉被的量1周洗1次，最起码我会洗1次。杨小姐每礼拜例行公事就是来自助洗衫店洗衫，现代人生活较无闲，加上厝价较悬，租厝的人较济，最近几年来多次自助洗衫店四界拢有。我住的地方不好晒衣服，后来要洗被子也不能晒，还有我本身有小朋友，衣服的量也会比较多。这里的好处就是它能直接烘，你可以省很多时间掉。这间店的好处我是很喜欢的点，是因为它很卫生又很干净。说粉会搁在这边嘛，就这样刷一刷，用水冲一冲。每礼拜定期清洁消毒，改变无人商店较早互人脏乱、无人管理的固定印象，焦度伫竞争激烈市场上杀出重围。过去5年，自助洗衫店成长2倍外，依照财政部统计，全台湾上少有1700间，敢若一个月就几亿个商机。在疫情影响下，外口这设备有高温杀菌等等优势，生意愈来愈好。环境整理一定是每天都要整理，因为我觉得啦，像我自己也是，我去店一定是观察它干不干净。洗衣机很脏，我也不敢用。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也没什么服务嘛，因为就是无人商店啊，所以你就是基础的，你的机器不会说3不5时就出问题。对啊，所以清洁、保养、安全，就是我觉得就是重点。机器开始运转，10秒后将自动全程上锁。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就是它可以看时间，就是它等下。就我会看大概几点结束就会过来，这等于就不用在店里干等。对，然后也不用太提早来。抓住新商机，业者搁拍科技前推出洗衫 App， 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就会使知影讲，倒几台伫遐用会使用，衫款洗好会甲你通知。我们是透过设备还有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来打造一个很完整的使用者体验。店长方面呢，我们也帮他们开发了一个店长管理的系统，用手机啊，用电脑，它就可以远端先排除机器的故障，或者是说请客户移动到另外一台机器，它就远端帮他启动，他也不用再投币，然后也不用再赶过来退费。2013年，洗衫机代理龙头业者推出自助洗衫品牌，做路边的店面，加上学校、甲病院等等其他洗衫服务，干那自助洗衫的收入1年上少有3亿。锁定都市的少年人，更加进一步开大钱引进洗衫、脱水、烘衫3合一的机器，加上文清风有真侪人客上门。在市区晒衣服跟洗衣服的空间都很小，对，所以如果大部分应该都是会来这边洗衣服跟烘衣服。这个有时候没有空的时候拿来这里洗呀，比较方便。对，它有烘干啊，不要再。那你多久会来洗衣服？不一定啦，我看有空的自己洗，没有空的拿来哈。Hello。好呀。好说。今天一样2杯可以试。好，我先去洗衣服哦。好。点一杯咖啡就使行入去，用茶板记经的小小空间内，放几台洗衫烘衫机。原来这是自助洗衫咖啡厅。吕老板要改变大家对自助洗衫的平衡印象，让人家哪洗衫哪享用美心。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然后每次去那边，但是那边装潢一般都是很白色，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但是这边可以喝咖啡，然后可以吃东西，可以跟老板聊天，这样很放松，觉得感觉很不一样。不一样，对。来一下这里享受音乐，还有顺便就洗一下早上用的毛巾什么之类的。以后就准备上班的东西，就可以享受，还有空间就很舒服啊。
用的可以很自在。我们店所追求的就是客人来我们这边洗衣服，我们让他洗衣服等待的那段时间变成另外一种享受。他来这边除了有就是舒适的环境，享受一整个下午，那刚好衣服也洗好了，就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不是吗？台湾便利商店的密度是全世界第2名，超商业者嘛咧试水温，2019年加入自助洗衫市场，42坪卖场内洗衫区就占9坪，安全设备嘛无马虎，锁定小家庭甲租厝的人，多元服务，顺便带动其他商品的消费。是讲自助洗衫店一间一间开，敢袂伤济。洗衣它是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刚性需求，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洗衣服。现代人的生活只要越来越忙碌，只要双薪家庭越来越多，然后住宅的空间越来越小，那相信这样子的需求是只会越来越多，并不会越来越少。生活形态改变，银价介绍的自助洗衫店带来利便更加省时间，和这个频段商机快速起起。愈来愈多自助洗衫店进入社区街头巷尾，变成另外一部新的开店热潮。因为无共款的生活款，自助洗衫店更加演变出各种商业模式。不过唯有确实做好安全措施，甲周全的法规，照度降低公安的顾虑，保障消费者的权益。